这不是有点啊？这不是他的，他跳那个新的吉祥祝福。今天好多花，好多花，哦，西藏国标跳起来，这个在6分30秒。全脸头上都是水，我脸上全是汗水。西藏国标跳起来，这个有点长，还可以，节奏很快，有点老这个歌。6分30秒吧，6分32。应该还有2首歌曲，这个放了之后还有1首，应该是吉祥祝福吧。他现在每天都要跳那个。跳一跳的，要跳。这个秋吉，他们3个跳好，这个男队跳最好的，昨天都拍了。站远一点，这个4个人是多一点。现在渔夫也用闪光灯，那个补光灯那些。咋回事？不会是有短信来了，有信息，发微信的也是。这个电话我不能挂，直接挂了吗？刚刚调了就卡去了。Oh
服装里面哪个最难？昨天晚上跳2次。